的宝贝，你说我用哪种方式来爱你？嘿，亲爱的宝贝，你说我用哪种方式面对你？我虽是你曾不要的鸡蛋，仍在你心里，对吗？我虽然是曾不要的鸡蛋，仍然在你心里，对吗？每当在梦中见到你，每当在梦中拥抱你，醒来却一次次发现，醒来却一次次发现，却发现空洞的房间，和自己。在这样的夜晚，在这样的心情，在如此的情绪，应当来一杯喜甜。你说对吗？只要心田来陪伴，只要心田不背叛，只要心田来陪伴，只有心田不背叛，只有心田不背叛。你说对吗？你说对吗？